大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桌顶食饭，桌有骹放屎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讲，伫人的桌顶食饭，随伫人的桌骹放屎。这就是咧讲背义，毋捌人情世事的人。可比讲有一个人三顿无得食，连一个头路都无。不过伊好运去撞到好心的人，甲斗相共。后来伊的生活渐渐有较好啊，毋过煞袂输变款去。无感谢甲帮助的好心人无大紧，颠倒佫死过伫人的尻川后，黑白共注射讲歹话。这种行为，咱就会使讲是桌顶食饭，桌骹放屎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